少年依在，桃花如昨。与我一起共赴江湖。每周三10点，记得点赞追番。看尽世间人情的复杂，却猜不透你给的回答。一副妆又是1年前，等不到你，只剩牵挂。眉间藏不千愁万绪，无处可去。弟子赵玉珍不孝，今日下山。这乾坤殿被人掀了2次，也真是不结实了。众人皆说我算学天下第一，但是我看师伯才是第一。怎么每次我才一动下山的念头，你们就来拦路了？你要不要下山，又何必我算？师伯，我想下山看一看，山上待着有些无聊了。玉珍，你师父以及青城山对你的一番苦心，你真的要辜负吗？看来是啊，经霄见我已经留下了，掌门的位置还请殷师伯带人。等飞轩长大之后，再传于他吧。桃花，我们去找他好不好？师伯师叔们，玉珍要下山了。就算为了逝去的掌门师弟，我也不会允许你下山的。师伯，我刚刚看到了。当你与一件事有关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未来都并不准确。命